是做一些经历的分享，我很难一连串讲下去。啊，只要有人发问问题，我就会回答问题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头上的叶子是什么叶？我的叶子哦，哦没有啦，这叶子是刚刚去采的。有啊，刚刚看到你在编。哦，对，其实我们编篮组有习惯用某一种植物的叶子啦。我们现在都是这个叶子呢，最主要是在除伤的时候会使用，但是也在野外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，或者是男孩子乘凉或者都有这个作用，这样也是一种祝福，这也是一种祝福，不一定要有花，或者因为以前不是到处都有开花哦，所以真的是结婚重要的祭典，家里的长辈女孩子才会从家里的院子里面摘花，然后去编了1条2条，不会编到10条5条，现在不可能，因为那是很难得会可以去编的，对，是给重要的人去戴的这样，对，是一种尊贵。现在有花店都随便买都有，但是以前还有以前的传统植物，但是这个草环呢，我们最主要用的草环就是我们现在部落都在用苦楝树，其实真的不是苦楝树，真的叫做黄连树。所以黄连树跟苦楝树的叶子长得非常的像，啊，只有黄连树它的叶子比较细比较长，那主要是用那个来去做，把自己的身体、把自己的灵魂、把自己的，对，就是可以安定，可以让可以给到力量，然后可以被祝福，这样子，所以会用那个黄连树，尤其是那个，就单单只有它的叶子可以做这样，所以我每一次在。不管是在国外，不管是在台湾，国外找不到吗？就尽量就找不到，所以国外的话，我会去找其他的叶子代替，或者是就是植物的叶子去做代替，去编，然后自己戴。我不喜欢戴那些有的颜色，或者是不是不喜欢啦，不需要去戴到那么的隆重，或者是，对，我觉得在外面有找到那么东西就编。很多人就像你这样子好奇，在国外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好好看哦，你编的，就是有藤蔓呢，有什么就自己弄的。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？我最主要的用意自己想法是，我希望可以跟在我演出地方的所有某一些东西，不一定是土地，跟植物有关系，在我身上。然后我习惯会去祈祷，对，我习惯在演出前自己会去默祷。啊，最主要还是针对我表演的地方的场地去告知，或者是可能他们有老祖先在这里，也许也有他们的跟那些植物，用他们的植物来加冠在我的身上，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做分享，这是我自己的习惯。当然，我们卑南族在日本部落也是会有这样的习惯，到只要你在某一个地方休息、吃饭或者做某一些活动，我们都会去做。这样的一个告知，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对，当然，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的就是在那边的，就看到会觉得奇怪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比较简单，就是自己默念，对，或者是用水或一点点吃的东西，到旁边自己祈祷，不会惊扰到旁边的人，说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觉得这样会被影响，我自己也会被影响。是。对，所以都慢慢自己做，然后自己去祈祷，自己去祷告，跟祖先。当然是先跟我的祖先讲我在哪里，啊，当然也在第二个再跟他们那边的人打招呼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所以我会编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就也给自己力量吧，也祝福大家吧，应该有这样的用意。我自己这样解读，但是，部落的老人家说这样子很好，这样就跟环境在一起，这样的态度跟观念是非常好，所以我一直秉持这样的习惯，已经很久了，对，不知道多久了，从开始有去分享这样的一个音乐分享的习惯，我就会做这样的东西。那第二个重点是，因为我要唱他们的歌。我要唱祖先流传下来的歌，我希望可以在我的祈祷当中，可以得到他们的力量跟得到他们的祝福，然
然后是我在演唱这些可能100年前，可能1000年前，多少个祖先，不知道几万个祖先唱过的歌传到我的耳边，我们学到了。去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能量跟力量，或者是一点点的生命在里面。那希望来被分享的人，可以得到一些感动跟感受。我觉得那是音乐最大的力量，跟最大的能量在这里。当然，音乐有很多的方式，有娱乐的，有很多的，现在娱乐的性质比较多，但是很少在心里面。其实我来讲，其实在我的部落，不要讲原住民，在我的部落，音乐对我们来讲，其实就是一个对灵魂的一个保养吧。用音乐来保养我们的灵魂，来用音乐来健康我们的灵魂，来让我们在工作过后、忙碌过后，或者是难过，或者是高兴，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跟一些的力量跟能量在。对我的部落来讲，歌谣、音乐是这样的功能。对啊，那我们是平常人都可以唱。那当然，音乐还有一些祭祀的，就比较针对性的，对无形的、对创造的、对神的，对有信仰的东西，就平常就比较不能唱。对，是有禁忌的，因为它是神圣的，它是神秘的，比较神秘，它是神圣的，它是被荣耀的。在那个时候去讲那个历史，所以大家就像我们卑南族，尤其是日本部落，很多的祭典哦，大家知道就是小米感恩祭。不好意思哦，演唱开会的时候请用静音哦。这是陈柏勋哦，给他骂一下，有个说什么？对啊。